華航勞資糾紛不斷，不但有機師、空服員控訴華航違反勞基法，積欠休假，仲傳出華航高層要解僱救護工會幹部。交通部喺立法院表示，華航態度有啲強硬，希望能夠做一啲退讓。華航勞資爭議越演越烈，不但有機師、空服員控訴華航違反勞基法，積欠休假，強迫簽署勞基法84(1)條。而家又傳出要解僱救護工會2名幹部。交通部坦言，華航態度有啲強硬，希望華航基於照顧勞工嘅立場，做一啲適當嘅退讓。勞動部調查交通部所屬事業違反勞基法，2年半裏頭，華航就有45件，係數量最高、罰款最多嘅單位。中華郵政亦都有26件，高鐵有16件。立委認為，一旦華航工會發起罷工癱瘓機場，影響嘅唔單止有機場運作，仲會影響蔡英文總統24號出訪友邦巴拿馬同巴拉圭。華航總經理張有恒回應，將成立1級緊急應變小組嚟應付，避免影響鷹場專案。面對華航勞資糾紛不斷，再加上淘機問題不斷，民進黨好多位立委表示，而家交通部喺人才嘅選用出咗好大嘅問題，更直言希望交通部撤換唔好嘅人，咪俾呢啲荒腔走板嘅事情持續發生，影響民眾對政府嘅信心。